破头来告诉的计划，结果只要我一个人安坦。我现在要大声唱屁耶，我现在要大声唱屁耶，用每一样的词去歌颂这没逻辑的市场。我现在要挖你的屁耶，我现在要挖你的屁耶，靠出来的是闷不吭声的资料在所等下。我想要别人写的那坨大便。到一天就上排行榜，我他妈花了3个月的时间，结果也是音乐都听过我们的歌。为什么别人随便发的影片，没什么内容一堆人捧场？我他妈想破头来搞出的计划，结果只有我一个人安坦。我现在要大声唱屁耶，我现在要大声唱屁耶，用每一样的词去告诉这没逻辑的市场。你们，我现在。我现在，感谢各位。我来示范一下什么叫大声。错不错？发泄出来，各位。抓住机会的人，感谢你们。